大家喺眼前睇到嘅並唔係一間餐廳，而係喺牛頓大學其中一間學院聖約翰學院裏面嘅其中一間房。咁咧喺呢一個場合咧，其實係一個類似 lecture supper 咁啦。咁喺一個好靚嘅環境，一個好有歷史嘅建築裏面，咁咧就安排咧一啲教授咧或者學生咧出嚟就住某一啲嘅題目咧去做一個演講。咁演講之後咧，咁大家咧就一齊食飯。咁喺食飯嘅過程，咁大家可以就住之前嗰個報告去討論一下啦。又或者大家講下咧自己咧喺學校或者喺課餘以外，大家咧做緊嘅嘢。咁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場合嚟嘅。咁其實讀書咧，除咗係書本嘅知識之外咧，其實好多時候咧，我哋嘅學習咧都係從人與人嘅交流嗰度得翻嚟嘅。咁特別有時從其他地方請一啲知名嘅學者翻嚟去講一啲大家咧平時比較少聽嘅。